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卫生署的前署长杨志良进前讲，应该就要开除迄个头一个挖到病毒的医生。一时之间，伊来将做画地的人物。早起，伊到广播电台接受到访问，继续来辩哦。针对着台湾未来接受到中国的疫苗，是大大来痛骂着总统蔡英文。那疫苗呢？只要它是这个有效的疫苗，那就是好疫苗嘛。那说这个我们法令，拜托，你跟蔡政府讲法令，屁话！他不是一声令下，明天这个立法院都是多数，明天就改了不就好了吗？所以陈时中拜托，只要蔡院长要通过什么，蔡总统要通过什么法，明天就通过了，不是吗？杨志良嘛来批评讲，疫情指挥中心的资讯无够透明，像按838迄位挖到病毒的医生，伫初8出现着症状，初10再来采检，中这几天是请事假，也则是病假的。伊认为指挥中心应该讲好清楚。杨志良讲，迄个医师若是请病假，搁4假走，确实都要为家己的疏忽来负责。